高雄港63号码头发生一件货船大锁断去的事件，这锁仔是去摔到岸边的工作人员，加在是脚受伤尔。目前运安会有请业者就要写海事报告，要调查是虾米款的原因，致使这大锁向断去。画面中，一个工人就徛伫岸边，绑伫船顶的一条大锁，煞向断去。工人随后锁仔拍卡倒伫涂骹，看起来真危险。这是这个月初9发生伫高雄63号码头以外。初步调查，这只要驶去台中港的货轮，可能是假锁仔机器故障，致使锁仔向断去。好佳在现场工人敢若脚着伤。这船咧出港的时阵，咧做嘢的时阵吼。伊个锁毋知啥物原因，怎向断去啊？断去伊个锁吼，是先拍着迄个码头，拍着码头，再去断断来。毋过，船顶的锁拢真粗勇，哪会向断去？高科大航运技术系副主任表示，为影片来看，大锁看起来是无问题，会断去上主要原因就是受力关系，加上大锁就是消磨品，只是工人挖离岸边收紧是真危险。伊后壁还有船啊，所以这条大锁一定要扭掉的，无伊拍倒车，船咧退后有可能被漂要去弄到后壁的船所以这条锁会较大，较大的力。总是真好佳在就是。这个锁断倒来，伊无直接去拍到人，是先拍到这个岩壁，再个来闪到人所以相当来讲，这是已经减轻真大的这个伤害啊。因为发生大锁拍到工人以外，迄天海运公司并无通报，高雄港务中心第一时间嘛毋知影真正原因。目前运安会搁咧调查，已经请公司写海事报告，会要求业者来开会做检讨甲改善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朝阳高雄报道。